摆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今仔的主日，咱搁一届三甲主日来敬拜学了咱的上帝。特别今仔是圣诞的主日，咱嘛伫今仔日做伙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也透过今仔日有圣歌队、有乐团、有敬拜团，也有每一个礼拜听书带领咱搁一届来思考。嘛，认捌圣诞节对咱每一个人的意义，愿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透过今日早起时的礼拜，搁一届放伫咱的心中，互咱感受到这个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带予咱的平安以及喜乐。伫咱开始进前，搁一届邀请大家，咱为着今仔早起时的礼拜来祈祷，求上帝帮咱，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组织。互咱会当和咱的主三千军，也透过这个圣诞的主日，互咱搁较了解耶稣基督降生对咱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邀请大家先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家己的心来祈祷，互咱准备好咱的心，要来朝见咱的耶稣，准备好咱的心来迎接耶稣来到伫咱的生命中。咱做伙开喙，为着早起时你的心有一个较无的心。热切的心，做伙开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让你今早起时，搁一个带着一个热切较无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阮，透过今圣诞的主日，使阮通达你三千，主更加了解主。那么为着早起时的服侍，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特别咱今仔有。这个圣歌队、乐团伫这个所在，要带领咱做伙敬拜咱的上帝。咱为着这个乐团，为着圣歌队，为着敬拜团，为着所有侪的服侍同工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透过这个服侍的同工，做伙伫参与伫礼拜，互咱伫今仔早起时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咱做伙来敬拜。咱做伙开喙着早起时所有服侍同工，咱做伙为着因来祈祷。感谢你，主啊，为着早起时来同工来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求你带领，每一个服侍同工来为主的时阵发顾，主啊，你来同在时，那么为着早起时夏牧师的信息来祈祷，求上帝。透过夏牧师伊所讲的信息，搁一届帮助咱，会当搁较认捌上帝的话语。透过夏牧师的分享，互咱搁一届来了解主的启示，互咱搁较明白主的旨意。咱做伙为着夏牧师早起时的信息的分享，咱为着伊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做为夏牧师早起的信息祈祷。主啊，帮助我们，帮助咱这个主持人同在。主啊，帮助我们的心灵在同在。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2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个黑暗之处，你成为世界的光；在干渴的人当中，你成为生命的活水；在那个找不到道路方向的时候，你成为人生命的道路。神啊，在2000年后的现在，我们仍然确信，我们仍然相信。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宣告，因着有你降生在这个世上，降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使我们得饱足，使我们得着喜乐，使我们得着平安，使我们得着从你而来天上丰盛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阮，搁一届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特别是圣诞的主日，互阮通了解你降生的对阮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阮对你的渴慕，阮对你的敬拜，阮对你的学乐，搁一届互阮看见到你属天的快乐，属天的恩典，就伫今仔早起时。主啊，互阮每一个人伫早起时的礼拜，搁一届领受到，嘛搁一届看到你降生所带来的好消息，也透过今仔早起时的信息，
对阮每一项讲话，真做是阮性命的房站。求主你来引带，对这场礼拜的开始到伫结束，拢满有你的恩典看顾。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邀请咱兄弟姊妹，让为咱的智慧站起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明亮晨星，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他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明亮晨星，他的爱应许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美好的恩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宣告：抬头仰望明亮的晨星，神爱我们，成就了应许。耶稣基督，神爱的证明，每一颗心都期待奇迹来临。再次从头来唱明亮晨星，抬头仰望明亮的晨星，神爱我们，成就了应许。耶稣基督，神爱的证明，每一颗心都期待奇迹来临。明亮晨星照耀我心，以马内利与我们同住，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的降临。这时候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圣诞恭喜，圣诞快乐！圣诞恭喜，圣诞快我们乐！再次同台唱这首诗歌，抬头仰望。抬头仰望明亮的晨星，神爱我们，成就了应许。耶稣基督，神爱的证明，每一颗心都期待奇迹来临。明亮晨星照耀我心，以马内利与我们同住，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的降临。明亮晨星，明亮晨星照耀我心，以马内利与我们同住，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的降临。我们就用拍手来赞美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信靠他的有永生盼望。爱是盼望，爱没有惧怕，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哈利路亚，一起来赞美，信靠他的有永生盼望。爱是盼望，爱没有惧怕，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明亮晨星照耀我心，以马内利与我们同住，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
稣的降临。哈利路亚！是的，神，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神。我们今天在这里欢庆你的降生，哈利路亚！是谁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欢喜的相聚在一起？是耶稣！是谁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喜乐来敬拜？是耶稣！我们一起大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谁能践踏仇敌？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我们一起用掌声、用欢呼来赞美我们的耶稣！耶稣欢迎你！一起拍手！唱这诗歌，当我赞美时，当我赞美时，仇敌就四散；当我敬拜时，我的眼目光明；当我祷告时，我起你权柄；当我举手时，能力大大充满。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我们光靠你的名，我们就能践踏仇敌，我们就获得保护。当我赞美时，仇敌就四散；当我敬拜时，当我敬拜时，我的眼目光明；当我祷告时，我起你权柄。当我们举手敬拜的时候，能力就大大的要充满。能力大大充满，是因为有耶稣的名，是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耶稣，是耶稣，我要向你来歌唱。我要向你来歌唱，因你用厚恩待我。大声的宣告，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谁
践踏仇敌？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是耶稣，是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最后一次来宣告：谁践踏仇敌？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是耶稣。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为了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耶稣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为了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阮来敬拜。耶稣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困求相信甲希望。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困求相信。困求信心甲希望。耶稣基督是主。哈利路亚！将大家掌声归予咱的耶稣。兄弟姊妹，大家请坐。因伫遐的时，玛利亚生产的时到，就生头上囝，伊用布甲伊包，互伊困伫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互因住。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上赞上帝讲：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伊赐和平，予地上伊所喜爱的人。
来做世间的救主，阮有看到，现在做见证。圣诗普天安庆主人世界，请起立。哈利路亚！感谢创造宇宙万美的主宰，阮的上帝。感谢你听世间人将一切好美来修饰给阮。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将最美好的分享给全人类。主，我们有无数的感恩在你面前，但是因为人的软弱，人的罪性。我们不能永远享受这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但是你仍然爱我们，差了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世界，他道成肉身，
成为我们的帮助，开启我们回归上帝国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聚集在这边，用欢唱、用喜乐、用盼望来迎接主的降生。主我的上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你通过创造，佮通过手术你的独生囝来到阮世间，互阮迄个甲主三离的迄个含家通得到饱满，互阮通佮转来上帝恩典的家，领受即个祝福。我要欢喜而乐主的降生，也要通过诗歌，通过敬拜，通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得到启示甲鼓励。愿主的恩甲阮身体，互阮通过这礼拜，荣光归于主，互众人拢听见主耶稣降生带来拯救的好消息。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主导文来一起祷告说：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意亲像是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你的歹。伊国、权力、荣耀，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用。唱圣诗呢？圣诞节清唱曲。圣诞节清唱曲，大喜信息，请圣高弟。列国啊，恁着群情来听，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着听，着知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上帝也加添咱的欢喜。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
想使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爸，和平的人君，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对打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会热心要成这个事。启用，这是咱三角来启用。圣诗69米篇，某某有疼叹的上帝，你差遣圣囝成做人，来踮伫阮的中间。求你扶阮甲你同工，消除人类中间的怨恨。
斗争。满满有疼叹的上帝，你差遣圣囝降生做人，徛伫送向人的中间。求你帮助阮，甲基督同行，修补破裂的关系。人类咧听候你的平安降临的日子。愿你暂远，甲你所创造的万美和好，互平安喜乐充满世界，宇宙万美和谐。这是咱三甲来祈祷。充满疼的天父上帝，当圣诞铃声响起的时阵，万民欢喜迎接圣诞降生。阮感谢你，使阮有份参与三甲伫圣殿吟诗敬拜而乐，同心欢庆救主的诞生。有你的疼带来望甲拯救，使生活在黑暗、无助或困难中得到大大的帮助、扶持与救赎。愿承受紧紧把这个圣诞佳音传播给每一个人的使命。在这混乱、灾难复杂的末世世界中，主你的降生，让我们心里有软弱、困苦或是危难的，得到依靠，得到和平的喜乐。我们感谢你。49年来，蒙恩你的领导，富强教会一路来全体会由神的仆人、几任的牧长与长职，三甲劝勉、坚守教示、清楚标杆，是建立教会有稳固的根基。无论伫顺境、逆境、教导会友，三工一节服侍，鼓励阮愿意委身、同心合一、付出、殷勤精神，爱阮时刻来惜福这个主你赏赐的福气，爱阮积极装备富强，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出口，和社区的絆脚，共同认知圣灵赏赐的果实是成为我们要坚持学习，而且要去珍惜的。迈进50喜年，我们愿意凡事更紧紧地抓住神，依靠神，全然的顺从你的带领，借着主的降生，有天使欢喜赞美的歌声，由罪恶悲伤没有再蔓延，身负负担的一切受到斩断，走出有充满理想丰盛的盼望和新的力量。今仔欢喜上主领导，
福气充满，富强人心田没有再荒废，也无永远有上主会看顾，阮的心田由阮伫咧拍远，互主你来见效。亲爱的主，欢喜的节期，阮特别爱诚心恳求，这年来教会的设计和教会这活动，我们求神你悦纳。众多的事工的安排，只要能使富强、老中少年龄层激出起初的火热的信心，愿我们人人愿意甘甜的服侍，有爱包容一切的不如意，而且又用爱来回应你的赏赐。这时，阮也求主你安慰、祝福身体有病痛、心情有软弱的兄弟，尤其阮看去顶日阴暗台北车站发生的灾难，惊吓无平安。主啊，愿普天同庆圣诞的和平，成做阮内心涌动的快乐。阮这个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共读圣经，圣经伫以赛亚书第9章2节6到第7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起大光；生活伫死荫的所在的人，有光咧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囡仔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伫大平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互国稳固建立，对即时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情，一定会成成全这个事。第2节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4节。在伯利恒郊外，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轮流看守羊群。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主的荣耀荣光四面照射他们，他们就非常惊慌。可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裹着，躺在马槽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军
跟那天使一起出现，颂赞上帝说：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愿和平归给地上他所喜爱的人。弟兄，清唱曲圣诞节大喜信息，请献乐队。就安尼，玛利亚甲约瑟开始行伫互人真恶日相信的旅程。因是单纯的百姓，却着负担超越的使命。因受竞选，成做上帝赏赐恩典，互世间人的器具。因无惊吓，充满信心，遵探上帝的使者对因所指示的代志。因做伙准备家己来迎接得要来临的圣囝基督。请听圣经所记载，约瑟的姓系属伫大庇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太，到大庇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嫁甲。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一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容允因。
最最无声无影、甲痛苦哀伤的季节已经过去啦。约瑟甲上帝所赏赐的囝，号名叫耶稣。这个名要超越一切的名，伊要成做全世界的救主。无偌久，这个新热的消息要成做改变世界的奇妙作为。真紧，大欢喜的好消息就通过快乐庆祝的声，充满伫暗暝的穹苍。但对路加福音，咱要听到这个记载讲，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暝是周见，各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为雷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弥赛亚。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林的，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侪天兵，甲遐的天使三甲伫遐学了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伫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
列国啊，要尽情来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应当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耶稣，这世界的救主已经降生，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都已成了。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也借着基督使荣耀归于神。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好消息。这福音要传给全世界，并向每个人做见证。如今我们要做神带给世人盼望和喜乐的器皿。愿在我们一切所说和所做的事上，活出基督的喜乐。
乐！大家拍拍啊，俄罗斯，感谢主。咱真多谢献歌队阿哥，咱的观海乐团，还有我们的指挥诗琴，为我们带来大喜的信息，来一起赞美神，来赞美主耶稣的降生。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来鼓励一起赞美神。好，第一个是我们的圣歌队员，拍手。好，请他们慢慢回座。第二部分是我们这一群我们的管弦乐团，我们拍手欢迎他们，谢谢他们。那么真多谢咱的指挥林清长老还有咱的佑安老师，带咱在里水美好的指导，咱给他们两个拍拍一下。好，我们请乐团慢慢来撤位。这个没姓参里面，这个叫一字排一排。那么请咱的椅这椅会当排第一，搁加排一排安尼这个圣那个谱架。咱真感谢主，咱的圣歌队甲乐团因唱这首《大欢喜的好消息》。这大欢喜的好消息内面有一个副题就是讲叫做塞尔特的圣诞节庆。尼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引用着爱尔兰因的音乐的特色来学了上帝。咱感谢主，因经过足久的时间的练习，搁有这个乐团来帮衬互咱用这美丽的时光来学了主。咱后壁面也是坐伫旁边辅助位置的前面还有椅子可以到前面来坐大家不要客气。各位兄弟姊妹，今日咱欢喜庆祝主的降生咱圣歌队唱遐闹热遐大声，咱家己嘛互相祝福一下咱来分两段来互相恭喜第一个是国语的我们给隔壁祝一下，说耶稣降生，为你为我，我们给隔壁祝一下。咱隔壁祝福一下搁一摆，咱用台语的圣诞恭喜，耶稣听你，给隔壁祝一下。咱真欢喜。咱的每一年的这个圣诞的庆祝，咱咧用管弦乐团甲圣歌队做伙来献诗来学了上帝。愿主也通过伊所予咱迄个美好圣诞的信息来勉励咱大家。大圣先甲咱邀请，咱早起有这个一场的这个祝福的赞美礼拜。咱礼拜刷了后大家人会使唔免倒转去因为咱下晡有足闹热的圣诞市集，咱伫昨昏哇，这个规个礼拜长的周边拢非常的闹热，因为足多的兄弟搁有咱这社区的人做伙来欢喜，有义卖，有食的搁有耍的，搁有物件有迄个二手的物件，欢迎咱大家下晡唔通失去这个好机会。咱要三个分享主的话，咱大声来做祈祷。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敬拜。我们也要透过你的话语来看见主耶稣降生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的信息。愿主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愿你的力量，愿你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显现。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所读的两段经文拄则咱也咧听圣歌伫咧献诗的时候呢，伫朗诵的中间有出现，朗诵的中间有两段经文出现。但小等的，咱会当通过这经节，搁一遍来想讲，这经文伫今仔日对咱台湾的社会，对全世界，它的重点在哪个地方？圣诞福音为什么是和好的信息？上帝将他拯救世人的宏图，他是从创造，从人类的堕落，
然后经过许许多多神奇妙的安排跟设计，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降生。那看来好像是历史当中一段一段逐渐发生的事，但其实那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奇妙的设计。所以我们说，这是上帝拯救世人的宏图，他的预言跟实现都在历史当中产生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哈，就是以赛亚书9章2节，还有6到7节，他这样说：生活在黑暗中的百姓，记得黑暗中的百姓。为什么说黑暗呢？难道没有太阳吗？没有阳光吗？为什么是黑暗？黑暗是代表人在一种无助、没有盼望，甚至遇到许多人类的罪性无法克服的事，有战争，有危险，有许多人难以克服的灾难。所以说，生活在黑暗中的百姓，但是已经看见了大光。暗有光来，你的路就好走了。暗有光来，你就能做任何的事情。有光来，你心中的温暖跟盼望就产生了。他说，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死荫不只是一种暗黑危险，都同样在描述人类在困难、罪恶以及许许多的苦难当中没有盼望，但是当有光来照耀的时候，人类的生命重新燃起了希望。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大光是什么？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要很清楚哈，以赛亚是在耶稣降生以前好几百年前的先知啊。为什么他讲的话那么精准？后来耶稣降生，而且他这样宣告说，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等于这4句话，他在描述这位神子、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他的称谓。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身份哈，就是人讲笑讲我无什么长上无，我嘛是家长安尼哈，什么长什么长，就是一个头衔、一个标志，也是一个任务、一个职责。圣经以赛亚先知他这样称呼我们的主说，他是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而且他预告了整个人类的世界被神所掌管的，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他不只是一个宣告，或是一个把这个蓝图或是他的职称都表达出来。最后一句话说，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事。很多事情我们只是讲一讲就算了，没有成功就归咎于一些时机不成熟，或是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很顺利。但是这位万军的统帅神，他说要决意成就这个事，所以预言实现了。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天使来报佳音。圣经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路加福音记载说，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了，他降生为人。有天使报佳音说，不要害怕，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这消息要带给万民
极大的喜乐。好消息，万民极大的喜乐。这是画家画出，在当年天使在天上向牧羊人报佳音的图画，这是比较属于漫画版的。这消息他这样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大卫的城是哪里呢？我们圣经很清楚记载，大卫是出生，大卫成长在伯利恒。伯利恒，我们叫做大庇的城。你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他说：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躺在马槽里。这是要给你们的记号。婴儿用布包着，躺在槽里，这3个明确的记号。这句话是许多人喜欢读的经文。在马槽的婴儿，在一个卑微的地方，主耶稣降生，但是天使却这样高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至高之处，我们的神的荣耀，在地上最需要的就是平安，而且是在他所喜悦的人当中。这是今天我们读的2段经文，牧师做一个前后连接的说明。那我们今天圣歌队所唱的主题叫做大喜信息。大喜信息在告诉我们，这个喜是从何而来？这个喜到底什么喜是永久的，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降生的目的。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爱，为了爱世人，他为我们降生，他是带来盼望跟拯救的时刻。所以圣诞的福音就是带来和好的信息。弟兄姐妹，和好什么意思？人类因为罪的关系，有争夺，有自私，有嫉妒，有战争，有伤害，这些都不是人类能自我控制的。联合国，它是一个希望全世界大家都和平，大家都能够在主的恩典之下，能够建立一个大同的世界。但是，这个理想到现在没有实现，反倒让人家更大的困惑。为什么？今日的世界仍充满了仇恨跟战争。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大小战争不断，有领土的战争，有宗教的冲突，还有种族的战争，甚至有内战。非洲很多国家，族跟族之间，党派跟党派之间，大家你争我夺，人民的生命成为他们的土场。今天有一些战争是看不见烟硝，看不见炸弹，也看不见那些刀枪，但是他的战争也很激烈，就是商场上的战争、贸易的战争、资源的战争。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些，好像觉得是不是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啊？无法度通讲啊，因为这代志本来就伫咱有捌代志都一样发生啊。为什么？我们又看到社会、政治、族群也对立。我们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看到国内的政治最近对立僵局升高了，大家谁也不服谁，不同党派争的。他们都认为他们站在公义那一边，然后百姓不知道听哪一位。那个困境今天还没有解决。我们看到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
看到澳洲一群人在那边庆祝节庆，但是歹徒用枪来扫射，许多人牺牲。更让我们感到很大的一个哀伤跟不舍的是，前天就在台北，我们以前在国际新闻看见的那些事件，发生在我们台北最热闹的捷运，还有中山的商圈，没有任何的理由，也没有任何他要宣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无辜的人被牺牲了，想要出来阻止的人也牺牲了，更造成大多的人在这个商圈当中，人对群众许多的恐慌或是不信任，不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弟兄姐妹，这些困境我们今天面对的，已经临近到我们的社会，更不用说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人际之间，我们也发现，在家庭里面，在家族里面，在办公室，在我们的职场，在商场上、产业上，许多的战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看见这个新闻所得来的讯息。这些讯息，有些人义愤填膺，觉得不公平，社会不公平，人类为什么那么残忍？有人是觉得莫听较好啊，电视甲关起来，报纸莫看，我来去游山玩水，安尼就较好过日子呢。那这些事情都不能解决，人类必须要面对。人人都需要爱跟和蔼的信息，人人都需要。在德国有一次，有2000多名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有心理学家，有心理咨商师，有医生，这些专家学者，他们就开始聚集了。他说，针对他们做一个主题，叫做“人如何才能幸福”，研究看看。这个世界文明已经进步那么快了，人到底从哪里得到幸福？一直做问卷调查，这些学者呢被要求说，你只能写一个答案，就好像我们今天要举行问卷调查，你只能写一个答案一样。结果呢，他们把问卷收集回来之后，他们发现最多大家所需要的都类似了，就是要有仁爱，要有喜乐，要有和平。原来这3个就是从加拉太书的圣灵的果子当中的前3个。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人类追求幸福美满喜乐的最高的选项。这些学者他们经过他们的问卷，也得到同样的答案。那问题来了，大家的期待也一样，想法也一样，为何事情还是没办法解决？有共识了，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原因是人类不认识神，也不曾体会过他的爱，所以就会在罪的当中孤单的生活。所以人类的和平，如果这个不解决，不认识神，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你说要得到这一个平安、喜乐、仁爱、和平，是永远它的极限就达不到。人类的困境，是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解决那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在人世当中，靠人的办法、制度，靠人的道德劝说，靠人的许多的刑罚都没办法达成。所以需要和平，但本身就没有和平。人类彼此之间没有和平，
就没有办法恢复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类不明白人生的方向，也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所以就盲目的一起追求世上大家所谓的最高的享受跟成就。但是谁知道人生命一结束，可能就变成一把尘土而已。到底这个罪谁能解决呢？靠我们自己根本没办法。虽然我们需要和平，但是本身就没有和平，人类彼此之间也没有和平，所以也就没办法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边用欢庆诗歌来赞颂主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热闹的节目，而是我们在安静当中来思考，主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带来和好，带来和平，那不是一讲就实现了，是要每一位信他的人接受他的呼召，把这和好的信息，把这平安的信息传给全世界，而且不是靠人的办法解决，而是大家臣服在神的恩典之下，在圣灵的运作之下，使那个暴力之气消失了，使那个争夺、嫉妒、怨恨从内心生命当中消失了。所以主耶稣的降生是要带来，我们要跟上帝和好，因为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有平安。我们要与人和睦相交，是要先跟自己和好。自己如果心中有怨、有不平、有许许多多的挫折跟嫉妒纷争，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和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上帝的独生子降生的时刻，一起来思考这个重要的议题，是借着基督的爱跟救赎，我们必须生命被改变，而且和平的世界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说，在人类的冲突的当中，常常有这个原因呢。第一个是自我中心，就是人类自我的限制，觉得我讲的是对的，我的看法才是对的，拒绝别人。第二个是我们的生命常常无法满足，有时候这个是人的本能，本能会让你去追求我要过较好的生活，我要过较安全，我要较得到我所有的一切。但是当你那个界限超过的时阵，别人就受到侵害。那如果没有从信仰、从主耶稣的救恩来遮盖，我们人就永远在那边挣扎。2000年来，圣诞节故事，圣经里面写了非常多，但是很多人会借由这个耶稣降生的信息，说故事。有些故事不是在圣经里面，但是那些故事常常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最后牧师要说，主耶稣给我们什么答案呢？约翰福音10章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说，在历史上，很多人借由圣诞节写出非常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家会把它拿来这个演圣诞剧比如说我们喜欢听马丁伯的故事，还有那个财主的故事。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做第4位贤士第4个贤士啦的故事，我印象足深。这个故事咱嘛无清楚，但是我要用这个故事来对证，到底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我还记得20多年前，牧师还在第一任在我们富强教会的时候，
迄个时阵咱的教会的音乐班吼，搁一群老师听这，大家去到伫迄个文化中心迄个广场来举行圣诞的这个欢庆表演吼。迄阵表演吼，就是表演这个第四个朴树，咱讲朴树现实朴树的故事。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很多现在的以赛亚牧区的人，当时都当主角就去演安尼演安尼足感动。也许再翻一翻，也许那个照片还留着，我们等于50周年的历史，可以把它翻出来看安尼。那我说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让我们成为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信息的一个印证。他在讲圣经，一般我们传统上认为说有3个博士嘛，其实这个3个博士圣经没有这么写。3个博士是因为他说东方的博士有拿了3种礼物，对不对？有黄金，有什么？有乳香，过来嘞，没药，木料3项，他们就把它认为那多几人几行，所以有3个博士。所以这个作家很会思考，他说，那我要把它写第4个博士的意思第4个博士。他说又把它称呼叫做迟来的朝圣者。他这是一个美国学者在1896年所写的。他说假设除了3位东方贤士之外，还有第4个，但是他因为受到考验，慢了，要去朝拜耶稣来不及了。不过他因为有美好的德性，受到了上帝的赏识。这位贤士叫做阿塔本，他看见星辰的异象，所以到远方要朝拜这位新生王，所以他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换取3件宝物。什么宝物呢？蓝宝石、红宝石，还有珍珠，要做礼物来奉献给圣子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在讲到这3个宝贝到底是怎么样？这个阿塔本因为他变卖他的财物，所以那3个博士已经开始骑骆驼去了，他还在那边跟在后面，所以呢，他就骑着骆驼赶路。然后在距离会合的地点不远，他看见有一个人躺在路边，好像快死的样子，而且是一个希伯来人，发着高烧，奄奄一息。这个阿塔本呢，想说：哇，糟糕，这个人病那么严重，我如果不帮助他，一定会死在这里。但是我如果帮助他一耽搁怎么办？那3个博士说时间到了就不等你了所以呢，他就在那边挣扎。但是他最后想，他说：那充满爱跟怜悯的新生王，一定不希望我见死不救。想一想就想了，好了，赶快停下来帮助这位垂死的人，留下一些盘缠。然后到约定的地点，不过那3位博士呢已经离开了，而且还留下一张纸条说：对不起，我们等不到你，我要先走了。哇，阿塔本剩下1个人，他为了穿越沙漠，不得不卖掉那颗蓝宝石，因为他要买骆驼跟物资，一个人上路。虽然少了1样礼物，他心里想：还好我还有2颗宝石可以。经过漫长的旅途，阿塔本终于来到了伯利恒，但他来晚了，因为3个博士已经把黄金、没药、乳香献给新生王了。但是那个时候，希律王说要杀死所有的婴孩，所以耶稣的妈妈、爸爸就带他逃往埃及去了这个故事咱拢捌听过，耶稣甲伊的爸爸妈妈都走去埃及。这个时候呢，希律王的士兵就冲进城里，要执行残杀的命令，要2岁以下的孩子，特别是男生都要杀掉。那个时候，阿塔本呢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躲在一个暗处的角落，皮皮抓。我这个囡仔好不容易生下来，希律王说要把他杀掉，怎么办？
这士兵要破门而入了，阿塔本再次面临选择，因为他为了救这个无辜的小孩，哇，他想说，用一个办法，拿出那一颗很像鸽子血般的红宝石，给那位贪婪的士兵的队长，说：“队长啊，吼，啊你抬下嘴啊，无差这个啦，这一个红宝石献给你，啊，请你来饶过这个小孩。”然后这个贪心的队长竟然说：“走了走了，没看到囡仔，来走。”就这个小孩真的被留下来。哇，这个母亲抱着孩子跪在地上感谢阿塔本，但是阿塔本却流下眼泪说：“啊，主啊，求你原谅我了。为了救人，我把献给你的第二颗礼物，这个红宝石也送出去了，我现在只剩下一颗了。”哇！后来他又继续上路了。他看到自己的钱已经没了，然后自己的困难就慢慢越来越发生之后，他为了寻找君王，他也跟着去埃及，在各地流浪。他一共找了多少年，你知道吗？找33冬。你有听到33冬什么意思不？他头发白了，身体衰老了，但他仍认为说我要继续帮助别人，因为找不到耶稣嘛，去监狱、去贫民窟、去瘟疫流行之地，安慰那些伤心的人，照顾生病的人。虽然还没有见到王，但是他一直非常小心翼翼保留那颗大珍珠，因为它是他仅存的希望。最后，他听说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被称为神的儿子。阿塔本就想说：“啊，这个一定是我要找的那位王。”他又来到耶路撒冷，却发现全城的人哇，就喊话，大家客要去到迄个一粒山叫做各各他，人甲伊讲耶稣要互钉十字架啦。阿塔本心中足艰苦，伊讲，检测我的父会通甲我这个价值连城的珍珠来贿赂这个官长，就像那个队长把小孩让过来一样。但是又来了，当他急忙赶路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冲出来，抱住他的大腿。她是让被卖作奴隶的一个女生，哭求他救命。阿塔本手中颤抖着，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王的机会。这个珍珠是他一生的心血。”但是他看到这位少女呢，绝望的眼睛，他就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他把珍珠放在这个少女的手上，说：“孩子，你拿去吧，赎回你的自由。这是我最后的一份礼物。”这个时候，天色变黑，大地震动。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断气的时候。有一块屋瓦从屋顶掉下来，砸中了这个年老的阿塔本。他倒在血泊当中，气息微弱，但是他听到一个声音从天上来说：“阿塔本用尽力气对这个声音说：‘主啊，是你吗？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也没有把礼物献给你，我寻找了你一生，却两手空空。33年找不到。’这个时候被一块重物击到头，但是那个声音就这样回答他说：‘啊，不是啊，阿塔本，你已经把礼物都给我了。当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看顾我；我在监里，你来看我。’哇，这个阿塔本突然间很困惑，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呢？’
这个作家用圣经的一句话来描述。那个声音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然做在我这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故事到这边结束，阿塔本的脸露出了平静、满足的微笑。他在死前终于明白，他并没有错过他要朝拜的君王。他在这一生无数次弯腰帮助穷苦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一次又一次的遇见了神。阿塔本用他33年的旅程，在最后他闭上了他的眼睛，因为他终于抵达了终点。弟兄姐妹，用这个故事来做结束，是要让我们基督徒相信说，欢庆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热闹的活动，而是实践的旅程。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怎么样用耶稣牺牲的爱去感化、去改变这个世界？愿这个大喜的信息也是一个和好的信息。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藉由圣歌队带我们唱这几首旋律好听又充满了信息的诗歌。我们一起从圣经的话语得到学习。神啊，愿你大能力量在我们当中，在人的力量有限之下，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迎接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跟喜乐。我们要从你得到属灵恩典、力量，从你得到改变世界大喜的信息、和好的信息。愿主跟我们同在。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思考这个阿塔本的故事。主，你要我们做什么？迎接荣耀的君王是一件好事，但是许多苦难的人就是君王本身。让我们学习用爱来面对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回应诗之后，我们就直接要来做奉献。这个圣诗是66首，我们一起坐着唱66首。圣子耶稣对天降临。我们要唱1节、3节跟5节就可以，1、3、5哈。圣子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界有罪的人，为天地为下임신，我的圣主加罪难人，哈利路亚，我的罪小。地北这一都是圣者，为我罪人放下性命，地北兄弟真正。唱第3节，当圣的米同亚木家做会到一牛滚。地塞港了伊，怎样去看救主临到世界？哈利路亚，我罗最小，你被这一都是圣者，为我罪人放下性命。地北兄弟真正是。我们唱第5节。
这是咱三甲来奉献。咱三甲起立来奉因奉献的诗歌，要不？非常请坐。各位乡亲哈，我们在消息报告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颁奖的仪式，我们要请我们主办的这个教育训练同工来做报告，来麦克风来这边报告我们这个这一次我们举行50喜年诗歌竞赛得奖的来公告一下。喂，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因为我已经烧声，所以要邀请阮的宪歌队长苏敏来报告。来报告一下感谢主的恩典咱富强宪歌队57年的诗歌竞选的比赛已经圆满来完成嘛真感谢咱的兄弟姊妹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大家拢真贤，创造出因的见证甲因的信仰来传扬咱的福音阮即届的竞赛是阮来委请阮的专家音乐系的专家，以及咱兄弟姊妹的票选来用一个综合性的评分。阮的专家的评审占40%，咱会友的票选。咱会记无？咱有迄个纸本，嘛有迄个线顶的选票，这的总合是60%，用安尼来选出，加起来来选出咱的优胜，甲咱的佳作的名单。咱今日特别利用咱救主圣诞的主日来举行这个颁奖，咱除了有奖状以外，阁有奖金恭喜所有咱的得奖的人望通过因的诗歌来成做咱富强教会传扬福音的出口，嘛成做咱众人生命中的祝福。咱即摆所有得奖的希望因咱的名单
伫下骹，咱来看啊，咱要请咱的牧师来颁奖，咱全教会同齐来为咱遮的得到奖得奖者哈，献上咱的祝福甲感谢，吼，愿上帝继续使用因的文书哦，哈。来，咱来看，咱请牧师来颁奖，咱的台语组的优胜优胜是黄英佳老师。哎，来头前，做伙摆了啦，做伙颁啦，好不好？再来哦，咱的台语的佳作是文珍姐。好。啊个咱的彭君，啊个咱迄个年岁上大英贤姐。哦。阿哥。英贤姐来。再来。站过来一点。咱的。英贤姐，你对。好，来，好来。咱的华语组，咱同齐来报哈。华语组咱的优胜，同款是咱的殷佳老师。双奖。哈。啊，伊这歌特别诚做咱50禧年咱的纪念歌哈。再来，咱的佳作是玉玉老师张玉玉。陈韵柔。韵柔伫遮无？韵柔。啊无，爸爸妈妈是阿嬷代表。阿嬷代表好，阿嬷。姚慧姐。来请阿嬷，好，咱来到位置。一位彭君。哦。彭君。双重得奖的。本来还双重得奖，来徛较中的。彭君做厉害，伊有华语甲台语。哦，安尼吼。哦，咱中间有一个人得2个奖的，啊，特别是冠军啦，殷佳老师啊，吼，这正港的哈啊得奖来。那请林谦老师来颁奖牌好了啦。好来，哇，这个台语跟华语的冠军来啊，殷佳老师。殷佳老师，咱家鼓励，啊，都有奖状。哦，2个奖状啊，要正反面的。好，快来啊，红包在哪边？再来是，来，这个是文珍姐妹佳作台语的，好，恭喜。来，再来。这个是那你彭君姐妹，彭君有2个奖哦，再一个华语台语都有，来啊，红包有2个吗？有2个，啊，也是双重得奖啊哈，来还有奖状，也是2个奖状嘛，1个还2个？对，2个，来再一个，哦，安尼手拍贴来，甲开好来，再来是我们的。啊，玉玉姐妹老师来佳作，好，谢谢。还有这个是，对阿哥啊，英贤姐，阿哥有这个奖状啊，来摕来哈，小可摆一下，好，阿哥有韵柔哈，啊来阿嬷代表哈，啊韵柔是我那专业哈，啊伫台北咧读册啦，无转来今日哈，来你就摕来，好，我们老师来，咱们3个一起来照相，来3个一起来，来一起来，咱甲翕张相来，甲因做。啊，祝福纪念嘛，来，我们看前面喽，好，好，拍手，谢谢，恭喜，好，请回座哈。这是我来报告，下周侍奉当工，司礼是。秋萍执事，咱请集体交通，今仔是举行救助圣诞俄罗礼拜，咱2场合作1场举行，而且感谢上帝，互咱的组织，互咱看起咱富强教会伫50几年后有大的开力。咱感谢主。来第3项，请小会员注意，咱确定散会了，伫3楼副堂有12月的定期小会，请小会员准备心。煞只就是迄个咱第9项富强教会50几年的诗歌颁奖公告，这我特别报告。咱确定散会了，下骹有4级贩卖。
后书法提笔留字。若伫遐咱的单位若卖去的吼，因遮老师吼又讲卤面吼又要请的款吼，咱若有囝，若单位咧卖出去，拢找咱台下顶遮的人，较顶下若毋知影啥物人，我去甲恁报告一下，吼，煞遮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咱几项重要的报告啦，吼，咱剩的周报家己来看吼。第一，最重要的吼，就是咱12月31、12月31号，就是咱的年终吼，咱要举行这个跨年的祈祷会。即届的祈祷会足特别，因为咱要迎接2026年，也是咱教会50周年，所以鼓励咱兄弟吼，毋是干那参加小组的哦，全部的兄弟，迄暗会当8点半左右来遮聚会。咱大家吼爱跨年，所以爱倒数哦吼。希望讲咱大家有一个足烧热、足闹热的即个祈祷会。咱要请玉里教会的黄水清牧师来甲咱陪灵。所以嘛有陪灵，嘛有祈祷，请大家配合。过来是咱代祷团队吼，嘛同时咧邀请咱参加后一期的迄个代祷同工，就是咱的代祷勇士吼，守望。咱希望大家赶紧去。1楼来签名，让那个名单，希望能够50几年的双倍，能够看能不能突破100哈，能不能突破100安尼哈。过来是咱到财务部吼，咱到这礼拜，希望讲咱大家若有啥物奉献，你年度的奉献要参加，应该今仔日来完成。若无吼，咱后礼拜咱结束就要结账啊。结束了，咱若搁有奉献，可能就更做明年啊吼。这点大家三个配合。搁有。一两项报告就是讲，咱今仔日因为圣诞节敢一场啦吼，爱心午餐暂停一次，足歹势啊！圣诞节煞无请咱食饭安尼，但是吼，咱楼骹的市集吼足闹热的，保证你食甲饱，足欢喜。所以呢，礼拜煞咱是开始要筹备尔啦，所以哦，可能你若无爱转去，爱过中昼咱来食吼。因差不多12点就开始摆啊，迄大足闹热足心色，你若无参加，赶紧来啊吼。过来是咱。请会记哩吼，福音的月历未领吼，今天人比较多哦，月历把它领回去哦吼，调伫咱兜新年到啊。搁一项是咱即个圣诞节，咱今年有休假吼，拜四，迄日12月25，今年搁恢复放假啦，所以迄天教会无上班哦吼，请大家若要来教会，爱小可联络一下，较袂用来找无人。后礼拜咱要举行即个ET 的祈祷吼，好。最后呢，咱要有一个祝福啦吼，有一个祝福，还有介绍新朋友。首先呢是咱昨昏咱教会为着咱一位兄弟叫做吴建宁弟兄来举行告别式。今仔日吼，咱这个建宁社邱燕姐，还有婉瑜，个也朋友柯雷格来我们教会参加礼拜。我们请站起来一下。站起来一下哈，好，请站起来。我们给他们向大家献个礼哈，献个礼，好，谢谢。多谢咱大家关心哈，欢迎你。咱希望继续推行祈祷啦吼，咱的建宁兄吼，伊是临床洗礼，他们家人吼有真侪兄弟咧甲因关心，咧甲因引带吼，希望讲因常常来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第2位来欢迎就是黄美芬，有伫遮无？黄美芬姐妹在这边吗？黄美芬，欢迎你。过来是一位刘雨丹，是不？刘雨丹，欢迎你。过一位是周一静，好，周一静，欢迎你。过有吼，咱有4位吼。朋友是综合执事的朋友啦吼，吴佳颖、周亮仪、黄品杰、曾红艳4位哦。伊家是讲高一的医生check 医学生是医学院的学生啊。哇，您贵宾坐前面哦，拍手欢迎谢谢。咱还有一个欢喜的消息，今仔日吼，伫祝降生的日子，咱要来甲一个小朋友祝福，
头一遍来教会，就是咱的以胜甲子倩的儿子，叫做谢晨曦。啊，咱家阿公陈佑长老来头前来。好，面向大家，面向大家哈，面向大家。好，你在边边布置要按手。来，陈佑长老伫边啊，来好。啊，这位哈是咱陈佑长老的孙啊，叫做谢晨曦，啊是以胜阿哥咱子倩的儿子哈。现在几个月了？3个月哈。啊，真可爱，今日圣诞节来参加礼拜哈，来献伫上帝面前。啊，你可以去困，要给牧师来为他祷告。我们为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看见以胜子倩，神赏赐他们一个可爱的儿子晨曦，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圣诞节，神啊，我们为这位新的生命献上感恩，也求主保守，让以胜子倩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下，用主的爱来培育这位可爱的儿子。在这个台湾的社会，新生儿是多么的宝贵，愿神加倍赐恩典力量给他们，让他们有足够的恩典智慧来教养小孩，让小孩在主的爱以及恩典当中成长。也感谢你透过陈佑长老这个家庭，神加给他们产业，神的恩典也加倍赐给他们，让他们用神的爱来见证主，也让小孩子的成长来看见神美好的恩典。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用祝福的心，最多的年轻的夫妻，让他们在工作、事业以及健康各方面都同样得增长。神的恩典与这个家庭同在，奉主的名来祝福他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再拍手恭喜，来，谢谢，谢谢，好，恭喜恭喜。好，我们做结束啊。OK。底下我来补充一下，今天的咖啡书房下骹1楼无开张，伫新的咱教育中心的1楼扩大营业，请大家唔通减到位。而且我呢，再详细报告我们等一下下面的摊位还有市集的活动，咱有卖糯米，有卖棉花糖棒，有一寡二手的衣服，要有可乐饼今天没有了啦，要有迄个大肠小肠行烟尘的，反正有足侪新的物件较停咱较落去注意看卖，无得后一道的时阵，就是爱欢迎恁过来加入，过来摆摊，这对咱福强教会足大的意思伫咧，感谢你。来，这是上营，咱请起立。因尾边的诗歌。恰恰地在欢喜的声，救主出世，代笔的声，这有声音实在好听，难听。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通过主耶稣的降生，带来平安、喜乐、信心甲愿望，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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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咱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大家都来唱，都来唱。Your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好，哈利路亚。咱今仔是两百倍上面。大家留落来吼，等下就市集就开张啊吼，大家平安，多谢。